来了吗？啊，我就没消息呢。哎，你也没找到他？没消息。你说他能上哪儿呢？这是……哎呀，这怎么办啊？这急死了！哎呀，他有个三长两短，我就不想活了。我方姨，你先别着急。我猜想丽丽和小天，他俩应该在一块儿，因为我打的他们两个的手机都无法接通，说明他们在一个地方。一直接通不了，说明他们在的地方信号不好。既然信号不好，就说明他们离镇上很远。那他们出去的时候，就会使用交通工具。对，这附近包车司机的电话我都有。那咱们赶紧打啊！赶紧联系。哎，小李，那个把我那个通讯录赶紧拿过来。怎么办？好危险！你小心点儿。小天儿，别动啊，坐那儿。怎么样？洞口被封住了，我手机开不了机，我看你手机有没有信号。我的没信号。等等等，也许风雪停了，信号就有了。喂，你好，我是白师傅你好色阳光客栈的老板，你我想问一下，今天有没有带客人出今城啊天出车了没有啊？ 5点就回来了。哦，没有。好，好，谢谢。我这儿没人接。这段天气不好，司机们都没出车。我这个是5点就回来了。哎，喂，扎西师傅您好。哎，不好意思，问您一件事儿，请问您今天有没有带一男一女2个年轻人出城啊？都是20岁左右的样子。那有没有单独一个男生或一个女生呢？哦，好，谢谢啊。怎么样？既然没有包车出去，有没有可能坐出租车呢？这的士不多，车行只有1个。那赶紧去车行。哦，好。佳佳，你别去了，你在客栈留着，有什么紧急情况随时联系我们。啊，就这样啊。哎，那你们注意安全啊。打电话啊。好的，好的。慢点儿。小心点儿。
不用杀手，我们自己就死这算了。这一路上，幸亏有你保护着我，要不然我可比现在要早死的多了。不会的，君，把手给我。我刚才说的是气话，死不了，肯定死不了。你不是还带着我的护身符吗？你面前还有个活的护身符，一定有办法出去。我们再想办法，啊，想办法。阿培，你问问他师傅问一下，这两个人你见过吗？师傅，您见过这两个人吗？没有。没有没有哎，师傅没有啊，您看看谢谢啊这两个人您见过吗？没有，小天，没事吧？我没事。哎，你看，你看，盖着吧，盖着。心远，你跟我说说话呗，别让我睡着了。你想听什么？可不可以给我看看那幅画？好漂亮。
一种缘分？我经常在想，也许你就是爸爸妈妈派来保护我的吧。我应该是上辈子真的欠了你很多，所以老天派我来这辈子慢慢还。现在还早呢，远没有还完呢。接电话。这都几点了？您看看这个人，您见过吗？没见过，您再仔细看看，就确实没见过。今天拉过这2个人吗？没有，没有啊。不认识。好，谢谢。怎么办呢？这是都没见到过。这儿的司机都是轮班的，如果载过他们的司机下班了，我们找不到他们的。方毅，你别着急，我想香格里拉的出租车也不多，咱们只要把他们的司机名单找出来，一个一个的打电话问，总归能问出来的。对呀，行，这儿的出租车老板我都认识，问他们要名册去。走。你在想什么？你在想什么？我觉得画里边的这个小女孩真的好漂亮。心远，我特别希望你变回到那个时候。太好了，吓死我了！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们
没事，你当我没说过。我能感觉到气压越来越低了，超闷，觉得有点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李轩，我喜欢你。说真的，喜欢。我还以为你是爸爸白来保护我。哎，行，够了啊！啊，一泡，哎呀，好。好浪漫啊！其实我很早就开始喜欢你。怎么没有消息吗？没消息。除了一个司机没联系上，其他的都问遍了。打了好多电话，还是打不通。王一，别着急，我们继续再打，说不定一会儿他们俩手机就打通了呢。我接着打，我接着打。金小天儿去哪儿了？怎么没声音？别关灯。喂，哎，通了！啊，新月他们在哪儿啊？等一下，我开免提。哎，新月，我是方怡，你还好吗？方怡，我没事儿。你们现在在哪儿啊？我开车去接你们。那个初豆，你听我说啊，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孤儿院旁边盘山公路的左侧山腰上一个石洞里边。但是现在遇到雪崩，洞已经被封住了。我现在给你发个定位啊，现在。喂，什么破信号？现在知道地方了。方一，别着急，现在总算知道他们的方位了。夏夏，你现在去公安局通报一下，就说我们需要帮助。阿飞，你跟我开车上山。哎，不，
公安局我熟悉，我去，你开我的越野车去，赶紧去接他们。哦，还有，那车上有好多吃的，给他们带上去啊。好，好，赶紧。哎，那我一起去，多个人找得快。好。不过没事，起码他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具体方位了，出去有望。希望他们可以找到咱们吧。别担心。继续。继续什么？继续，接下来我们要顺利逃出这个山洞的话，你会不会？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第一件想做的事情是什么？我想给爸爸办个画展，这是我一直以来的愿望，我希望可以实现它。你呢？我这个人也不会想太远的事情。你如果想办画展的话呢，我就协助你顺利搞好这个画展。那你没有什么自己想做的事情吗？我想娶你。等一下，下一个路口怎么走？那个前面右转。困了吧？你眯会儿吧。不困，我帮你看导航。哎呀，天都快亮了。是啊，咱们得快点儿。辛苦你了，跟着我们熬了一夜。不辛苦啊，跟你一起做什么都不辛苦。行了，你别撑着了，我来看导航，你赶紧眯会儿啊。我陪你聊聊天吧，你别睡着了。应该就是这里了。对，定位显示就在这儿，看
看来咱们得爬山了。阿培，东西带够了吗？带够了，都在包里呢。走吧。哎，夏夏，走，快！快，跟紧点。倩，你通知志汉了吗？没有。今天是我在地平线小镇艺术城的开幕活动，怎么着他也应该过来支持一下我吧？你儿子你还不了解？了解了解。那你还指望他出现？算了，真是儿大不由爹呀，不来就不来吧。只希望不该出现的人都不要出现。你看看你，你又多心了。那儿，快！啊！天哪！啊！坚持住，就在上面了。来，从那边，快下去。丽丽，丽丽，小天儿，小天儿，小天儿，心月，丽丽，你们在吗？切，好像是恒哥他们来了，我去看看。丽丽，小天儿，小天，小天儿，心月，丽丽，小天儿，小天，楚总，小天儿，等等，我好像听到声音了。在哪儿？心月，心月，是你们吗？小天，丽丽，是你们吗？我们在里头，在里面。快想办法救我们！好，小天儿，你们别慌啊，我们来了。来，交给我，你们往后退一下，我们把石头砸开。好，走。夏夏，把我们的定位发给方毅他们。哦，好。太好了，找到了，发了定位过来，在哪儿？就这个位置。来，按这个定位走。好。行了，放心吧，这地方不远，很快就能到。那个同志，能不能快点啊？行，稍微快点。好。你们行不行啊？你们离远点，石头已经被我们敲开了，让。
哎，快来，快！阿梅，别砸了，石头好像松了，咱们用脚把它踹开。丽丽，小天儿，你们站远点儿，小心石头砸着。儿子，小心啊！一姐。楚大师，关于这个地平线小镇艺术长廊设计，您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设计非常棒。那您能具体说一说吗？很久以来啊，大家只注意到香格里拉原生态的自然景致，对于当代艺术方面的影响一直都是乏善可陈的。这一次呢，地平线小镇的开发商专门开辟出这样一个艺术空间，就是想借助这个平台，让香格里拉能够更深切地参与到当代艺术中来，提升在场性，也让今后所有能够到香格里拉来旅游的游客对香格里拉的美多一个感知的维度。下车！来，集合！昨天晚上失踪的金小天和李新月，就在这座山上，大概位置就是这座山腰上的某个山洞里。我们现在进行搜救，大家注意安全。是。好，行动！哎，你就别去了，山上危险。那怎么行啊？我必须跟你们一块找，万一你们找不着，我还能打电话找他们呢。放心吧，我身体好着呢。哎，小芬子。没事吧？来。哦。哎，你们这么多人，没事吧？来，要不然吃点什么呀？没事没事没事，不用。走吧，拿着，我拿着枪，走，枪拿走。哎，走吧，快走吧，走。先上车吧，快。我车就停在下面。走，阿飞。哎。想走，先问问我答不答应。怎么办？给我电影。啊？不是。来，你去那边！来，你去那边！我跟你拼了！阿飞！
我住！第二天，放开手！放下！新月，新月，你没事吧？没事。你们几个，跟我下趟山，去派出所。带走。没伤到哪儿吧？新月，小天儿，哎，怎么了？小天儿，没事吧？小天，你没事吧？冷不冷？不是冷，是缺氧。啊？